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北京的暴雨。众所周知北京的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暴雨导致44人死亡，9人失联。其中最惨的是一个养老中心，31人遇难。我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事情。财新网它今天有个报道，叫北京强降雨致44死亡，9失联，一养老中心31人遇难。我们看这个财经网的报道他说7上8下防汛关键期，北京因雨致灾。7月31日下午，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披露23日至29日。北京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密云、怀柔、平谷、延庆等北部山区突发上洪，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截至31日12时，全市因灾死亡44人，失踪失联9人。这个确实在今天在北京能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伤亡事故，还是难以让人接受说其中密云区太斯屯镇养老照料中心，也就是养老院死亡31人，失踪失联人员中有4名是一线抢险救援的村党支部书记。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为遇难者默哀。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有4名这个遇难的还是一线抢险救援的村支书，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密云区委书记于卫国介绍，这轮强降雨过程中，密云区受灾最严重。本轮强降雨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降雨时间长，长达7天；二是降雨总量大，全区平均降水量366.6毫米，局地最大降水量是573.5毫米；三是连续发生极端强对流天气，26日晚到28日上午连续2次出现3小时累计降雨量超180毫米极端情况，历史罕见，破坏性极大。我想很多视频大家也看了这个密云的那个河那个河水涨的摧毁一切，横扫一切所以我们老说洪水猛兽这个密云区受灾最重的是太斯屯镇，上游的干峪沟12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90.7毫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特大暴雨级别。同时清水河水位暴涨，降雨山洪河流洪水叠加。28日清晨，清水河流量剧增，最大流量达每秒2800立方米，是平时流量的1500倍。迅猛的来水进入太斯屯镇区，造成巨大灾害。也就是这个清水河的水暴涨完了之后，它就灌进了这个太斯屯镇，发生了这个惨案。据初步统计密云区17个镇162个村受灾，房屋受损3.1万余间，车辆受损6994辆，10条公路受损，105个村电力设施损坏，684处通讯基站退役，全区约11.3万群众受灾，因灾死亡37人，其中含太斯屯镇照料中心31人，就是养老院呢。根据这个于卫国的介绍说该养老中心位于密云水库上游的太斯屯镇，当天共有77人，其中工作人员8名。养老院也就是69名老人，8名工作人员，其中69位老人里面失能半失能的55人，也就是只有14个人是正常的老人，就是能动能自己照料自己。那剩下的有55个老人呢失能什么意思呢？恐怕没法自己照顾自己，没法自己动。7月28日清晨，洪水冲进街道，整条街被淹没，最深处达2米。接到报警后，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出动，7时抵达照料中心附近，但因水流湍急，救援力量难以进入。经过多方努力，10时许陆续救出被困人员，搜救工作持续到第2天。在此期间，陆续发现多名老人不幸遇难。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是洪水退去之后的这个水位，我是1.8米的这个身高，这个水位完全淹没我，这个水位已经到了这个地方，至少有2米以上。这种用的床全部都翻掉了，很多轮椅，这里面淤泥完全把脚给没掉了。我6点多钟，
我那一看一起来，那水就冲进来了，还给我弄倒了。哦，完了，俺家的也走不了，就真的那个故宫，俺俩压窗户给弄出来，在那个镇那儿那个窗户台站了3个多小时的。这回消防的去，这才救了命，才给弄出去，弄出去给送到医院。当时那个消防，这些人全喊着救命救命，完了，他们那我就多来回筛坑，站都站不住了。我这真的喊他给救出去了。因为人太多，70、80人，就我们这号人，哪个屋有动不了的？哎，有坐轮椅的。那你没法弄啊！救出来，完了给我弄到房上去，完了就后人铲车给我拉到那个医院去了就。哦。就是大家可以想象的啊，就是失能、半失能的老人55个，里面一共只有8个工作人员，这就是悲剧啊！这个大家想象，这个洪水一来啊，它那个没有把你房子冲塌就已经不错了，它那水位，我们假设水位是慢慢漫上来的，它一般的啊，从这个很多视频啊，还有这个财经网发这个图片来看，那水位漫到2米啊，恐怕也就10来分钟。我就在想啊，这个8名工作人员，55名失能的老人不能动，躺在床上的，坐在轮椅上的，养老院吗？那你怎么转移它？来得及吗？实际上上2楼、上3楼也可以，但问题是你这2个人抬一个啊，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惨剧就这么发生的。这个水流啊，大到什么程度啊？大到这个消防救援力量到了附近都过不去，你就知道它有多大。说这些老人与我父母年龄相仿，却因暴雨灾害不在了，我们同样也非常难过，深感悲痛，在此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他说啊，深刻反思这起事件，工作中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于卫国介绍说，汛期前，密云区按照工作预案，根据天气预警情况，提前对险村险户统计台站上的群众进行转移避险，全区共转移20个街镇，205个村，1.6万余人。长期以来，太司屯镇养老中心所在的镇中心区域都是安全的，预案没有将其列入转移范围，这说明我们的预案是有漏洞的，我们对于极端天气的认识是不足的。惨痛的教训警醒了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是一句口号，应该踏踏实实落到措施上。于卫国表示啊，痛定思痛，我们要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面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特别是涉及老人、孩子以及身体不便人士，绝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对待这些问题。平时要加强防灾救灾能力的提高。说来说去啊，就是预案不足。前面说了那么多，这个环境恶劣，这个暴雨啊，是可以说可能是几百年都未见的。但是你说这一切，你都掩盖不了啊，或者都没有办法为预案不足开脱。虽然啊，这个密云区啊，它转移了很多这个就是该转移的地方，很危险的地方。每年一发洪水啊，水一大，这些地方都很危险。那把这些村镇啊人都转移了10几万人啊，转移了1.6万人呢，就是人也没少转移。但是偏偏灯下黑啊，
什么叫灯下黑啊？在这个太次屯镇的中心区域那个地方，就谁也想不到那地方会有水淹。这个养老院就在太次屯镇的镇中心，这是个惨痛的教训啊！你说人家子女把父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去，结果出现这样的惨案。如果这些老人啊在家，恐怕还不至于啊出现这样悲剧，这个太惨，这就是一窝端呐。正好啊，这个胡一进老师啊，他对这个北京密云太次屯养老中心这个事啊，他也有一个评论，我们看一看这胡一进老师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北京密云太次屯养老中心在水灾中死亡31位老人，令人非常悲痛。看通报的细节，加上老胡多次去过太次屯，熟悉那里的地形，胡一进老师有发言权啊，他对太次屯很熟悉。他说我个人认为这次灾难的天灾属性非常突出，密云之前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但是太次屯遭遇的洪水重击在以往经验中无法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在舆论层面，我们不应对密云区做太多责备。这胡一金老师啊，这个我觉得欠妥，人命关天呐，这么多老人躺在床上啊，你要知道多绝望啊！就像那个东北大学那6个学生啊，对吧，在那个选矿那个隔山板上啊，胡一金老师他这个时候他人命关天啊，他居然说对密云区啊不应做太多责备，就开始为人开脱了。我觉得这个胡一金老师这个有点过啊。说北京市的防汛早就拉响了警报，太次屯位于密云水库上游。27日，也就是太次屯被淹的前一天，密云水库已经开闸放水，为洪峰的到来做准备。说另外，之前也转移了很多山区的险村险户人家。由于太次屯是一大片平地，养老中心又处于镇内的中心位置，如果把包括那些老人在内的镇中心人口也纳入疏散范围，这显然超出了防汛工作通常的宽度。这个胡一金老师啊，真的是，也就是胡一金老师他这个作为宣传人员啊，他这个评论超出了他的专业知识。这个防洪救灾啊，那一定是根据实际需要来解决啊，疏散呢，而不是说你根据一个什么条例，我只疏散多少人。你说超出了防洪工作通常的宽度，这什么意思啊？对吧？咱们3年口罩期间，是不是咱们学过一个词啊？对吧？什么应班尽班，什么应检尽检，对吧？你不能根据那个条条框框说我只搬多少人，所有危险的你都得搬。所以说啊，我不说了，这个你掩盖不了你预案不足啊。胡金老师说啊，他说这些年屡陷北移，北京不止一次吃了洪水的亏，生活在这里的我能感觉到整个城市的防汛警惕性变得非常高，连普通市民也形成了相当普遍的习惯，在雨天不去山区，甚至减少外出。但即使这样，太次屯镇中心那块很大的平地能整个被洪水淹1-2米深，仍是不可思议的。这个灾害啊，就是因为思想麻痹啊，所有的天灾归根结底都有人祸的影子。老胡22岁至26岁在北京北部山区当兵，近年我经常在周末去密云水库周边，所以对太次屯挺熟悉的。对密云水库，我们之前盼的就是水能够多一些，再多一些。太次屯在明朝初年就有了，曾长期是军事重镇。我猜这一次可能是太次屯历史上见过的最大的水，至少是之一。他说28日那天，太次屯旁边的清水河流量是平时流量的1500倍，迅猛的来水冲进太次屯镇区，这样的场面如果不是太次屯历史上唯一的，也肯定是极其罕见的，是太次屯所有当前居民从未见过的。还是那句话啊，你这个强调这个客观的这个困难恶劣的环境，也掩盖不了，对吧？你这个预案不足人祸。胡金老师说啊，他说我认为啊，我们应当客观面对天灾，对没有防住重大事故进行实事求是的责任分析。抗灾资源是有限的，人类无法在没有任何经验和数据支持的情况下无限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度。我们要承认，人类在变化自然力量面前永远有一定的脆弱。你看，还是强调客观困难啊。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为实现最精准的预判和最有效的防范做出最大努力，争取最好效果。
说1000道1万，这个惨剧啊，一共55个失能的、半失能的老人，31个遇难，对吧？你怎么解释也解释不过去。尤其是在当下啊，咱们每天吹的神乎其神的人工智能 AI， 对吧？咱们科技已经是氢产是遥遥领先，那为什么对这样的一个天灾准备不足呢？就是什么叫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那就是你把各种极端情况都要考虑到，完了之后，这个在多长时间内水位会上涨到多少，会有多大的降水量，这个降水量集中到某一条河、某个水库会升高多少，对吧？如果在短时间内泄洪，或者是这个什么清水河，对吧？你对整个密云甚至整个北京的这个北边啊，这个地形地貌，通过人工智能，对吧？通过这个降雨量各种评估啊，你可以做出个预案，那就是降到什么地步，什么样的地方的人接着搬走，对吧？在人工智能啊炒成这样了，对吧？机器人现在已经什么巨声机器人，对吧？你一面在这个科技是氢产是遥遥领先，一面说那边啊，我们预案不足，我们没有办法对抗大自然，这说不过去啊，怎么说的解释不了。这个洪水啊，山区的洪水它形成灾害不是1分钟2分钟，不是说马上就会形成灾害，对吧？它降雨也有个过程，所以你只要对吧，你真的是氢产是遥遥领先，那你很容易就算出来下游要做什么准备，什么地方会被淹掉。尤其是养老院行动不便的老人，失能半失能，居然占一大半的这么一个养老院，没想到这实际上就是思想麻痹。谁又能想到选矿那个尺子上面那隔山板会掉下去呢？谁也能想到居然有人啊往这个糕点里面加涂料呢？谁也能想到你自来水里面会有粪水，对吧？反正不知道什么水混进去，这些不都是因为没想到吗？如果这个惨剧啊发生在欠发达地区，什么西部山区，或许还有这个你能找到借口，但是他在北京啊，在首善之区啊，北京不缺钱呐。我虽然对这个太师这个什么就是密云的这个太师屯镇我没有印象啊，但是密云水库我是有印象的，去过2回。太师屯镇我印象不深。总之我在北京期间啊，像这个季节我一般也不去山里，尤其是说最近要下雨，不仅不去山里啊，就在北京市区，比如我要开车去哪儿，如果今天是就是这个季节7月份8月份要下暴雨，那我都要规划好我的路线，我尽量不要走什么桥洞、洼地、容易积水的地方，我都不走。北京发生这样的惨案不是一次啊，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印象不一定深啊，在那个广渠门那个地方，立交桥下面突然这个水就上来了。说来也巧啊，我记得好像当时就是那个下水道啊，那排水就是那个很多排水道那个被树叶子覆盖了，导致那个暴雨那个积水啊短时间内排不了，没有办法进入下水道，所以它在路面就积水就起来了。结果积水一起来，那个广渠门桥下面它水位就上得特别快，上了1米多2米，居然有个车啊，好像那司机就在里面被淹死了，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有一次是大暴雨，也应该是7、8年前了吧，那个什么京港澳大桥也是那个洼地，我看有上百辆的车子是不是被水全泡了，也有人遇难，那是高速公路啊，对吧？还有其他零星的什么发生在这个涵道里面啊，对吧？什么隧道里面啊被淹的，你的车啊只要一进水它就熄火，一熄火你就困在那里面，对吧？前后的车都走不了，被困的人越来越多。最好的办法啊，就是这个季节只要说暴雨那就不出门，你还得知道你住的那个地方，对吧？你住几楼，万一有洪水来会不会淹到你那儿，对吧？大家记得有一年郑州吧，坐地铁也不安全呐，都很危险。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对吧？你不要过于相信宣传的，也只能是自己对自己负责，没有办法，对吧？谁能知道体检原来是逗你玩的？谁能想到，对吧？在老师的带领下，辛辛苦苦爬到10米高的那个选矿槽啊，谁能想到它会掉下去呢？所以说1000道1万啊，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有的时候啊没有办法，你只能按最坏的打算来想。总之啊，北京密云的这个惨案，让我们真实的感受到啊，不是什么氢产是遥遥领先，对吧？什么人工智能，什么机器人，离我们恐怕还比较远。或者说啊，换种说法，在我们在享受这种科技便利，在我们憧憬这种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我们也要防范啊这些风险。风险就在我们身边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